再来看这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到当时还阁无一个进度 ，T-Pass 月票也咧要吊顶，无钱通去开啊。所以北北基桃呢，这交通首长是赶紧出面来讨论对策。即卖是传出讲，这国民党团呢是按算要先甲 T-Pass 甲抽出来审审，也毋过总统赖清德是认为讲，这是做代志有头无尾。即马真侪上班人大部分拢用 T-Pass， 暗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卡掉咧，大家拢关心 T-Pass 通勤月票，恐惊无法度搁继续，影响大家前途啊！继北北桃4市交通首长12早起伫台北市上德大楼讨论影响对策。我想行政院还是必须要坐下来，好好跟立法院沟通。台北市政府，我们就是针对民众，包括 T-Pass 相关的权益以及服务，努力让它持续不中断。我也乐见特别在野党提出的有关民生议题先行的方式，我相信这不但让我们民众所关心的权利不会受损以外，我相信对朝野之间的和谐有一定的协助。对进前传出国民党立院党团拍算将 T-Pass 相关预算先抽出付费处理，总统赖清德表示，若敢若予少数的新政预算通过，这是做好代无做到底。行政院长做成台积期，将预算破碎性提出来，经来经去绝对不是正常国家国会审查预算应该有的态度。今天不是人民会痛的预算需要先执行，很多预算县市政府非常多的首长也很头痛，不只是 T-Pass 的预算要赶快审，而是全部的预算都必须进到立法院去讨论。预算的审查本来就是没有争议的，先审查先通过哦，立法院根本不用管赖总统说什么啊。不要让赖总统用有争议的预算来绑架没有争议的民生预算。台北市交通局长贾明宏进前表示，其北北桃 T-Pass 整体一年需要经费差不多60亿，其中超过一半靠中央来补助。以台北市为例，年度支出差不多30亿，市府家己走总经验差不多13到14亿，其他差不多15亿以上爱中央来补助。台北市相关预算已经上市议会这个会期审批，若中央补助无法度动支 T-Pass 长时间的维持到5-6月，希望立法院放行中央款项，将确保全年运作拢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